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台湾的角落可怜的故事。有一对缅甸的华侨翁仔某来台湾定居，生3个囡仔。这个先生去年返去缅甸来探亲，无注意到缅甸的亲情送予伊的泡菜有掺着烟枪肉，结果等来到台湾要通关，因为违反着非洲猪这的规定，罚再罚20万。行政执行署去查封因的资产的时阵，发现这个爸爸为了要趁钱来饲家，已经1年无返来台湾了。啊，这妈妈甲囡仔生活过甲真艰难。这个执行官看袂过心，当场就包2000块的红包予因。七岁小男童真天真，甲执行官讲：“你做我的爸爸好无？”互人是听着真心酸。真正因为非洲猪瘟，通远机场通关的行李检查真详细，就缅甸的华侨早亲戚朋友送的伴手礼，结果内底有烟枪肉，罚款20万。去那边刚开始就很不稳定，连收入有时候1个月台币差了1万多块。先生回去故乡趁钱，每个月汇2万到台湾，给太太和囡仔用。不过扣掉厝税和水电，敢若剩7000块，实在无法度搁来罚款。生活应该是陷入困境，所以本分署当场也没有跟他强制执行，那他也没有能力分期。行政执行署原本要去查封资产，不过实际了解义务人的家庭状况，发现伊家之主已经超过1年无返来。几年之前特别送关怀红包。7岁的小男生非常活泼，在现场收到红包就很开心的说：“叔叔，你可以当我的爸爸吗？”他的心里会想念他的爸爸，那是当然的。所以当下其实心里还蛮感伤的。行政执行署对超工来脱产的人会用强制处分的手段，当然嘛来调查。若是属于经济弱势，除了的关怀，嘛有同理心来协助处理问题。